那个店么子啊，实在没人烟。啥人讲实在没人？一分洋钿吃那个么子，讲没人烟。有农药么子讲没人烟，买猪也有人烟，好像点人烟，哎。那个布也有人烟，到么子我正常到一只边对了，再到一个钱对了，再到一个抽对，边我多了，一只边1块，一个9.9，那个到1块为到9.9。那部鸡蛋弄了生意多少了？那这么派上用场。我明天上台红油去。两年鸡头上鸡骨头呀，啥？这店里像鱼鸡蛋一样。鱼鸡蛋不两个有数口，萝卜鸡蛋还。这个是抽瓜啊，抽瓜。那边弄出来，那个礼拜人家才选的菜。我说谁说这个才选的？那边弄出来。哦，那这个去送给凤鱼这个客人啊是啦，啊是个意思。我难得来的呀，对了，也可以了。人家1领导5滚蛋。现在吃难吃3花米。啊是难吃那个金子啊。听中午抢满500台。现在第3花米再10位，那送来我比较有味的这家比较大。那个3花米，那个阳春面。你那自家不吃3花米个家？今朝我吃米粉的香菇、花生米、沙姜米。是不是这个是个3花米？你那吃那个哪块个？还有阳春面呀，吃不出几道米啊？哎呦，刚才回去太村上我又把蘑菇了，人家吃半条，800我还添米。这天也是阳春面，有啥天的呀？爽。别的烧蛋，3花米谁是比100个花生米还吃？我晓得过，高丽海湾。哎呦，送了3张鸡下菜单，吃了他这碗。到时候吃了这个。根本你不还弄张大白啊干？这个也容易呢。少人看中谁，少人中。那个菜市里去抢得来个，哎，真的有人演的呢。啊，哪里个？那个2块没不再10位。哎，人家弄一个。还有凤鱼记门口的疯抢。